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仔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讲灵应说灵应，国情仔想两句仔，灵应的俗语来甲你做伙研究。一句俗语话讲：灵应秋，白露幽。是啦，秋天到，确实灵应就是要大出啦。啊，我哪有一句话，人讲叫做6月领8，7月灵应。因为这个7月时啊，旧历哦，旧历7月时啊，自底有影，灵应就是上界热烈，逐位都看会到的时阵。像知影讲气候变迁，灵应煞愈来愈少。啊，国情啊，今仔日毋若讲俗语，我哪想到一句甲灵应有牵连的谜猜。答案先甲你讲，就是灵应。啊，谜猜题目我讲互你听，你听我去做吼，无看到下晡新闻，你会亲像50，翁做互某答，某做互翁用。这个题目叫做无烧会圆，无参糖会甜，就是要互咱要灵应。讲到这国情啊，前日啊，你有哪有出真济甲果子有关系谜猜呢？有啦，其中有一条真济遮的观众朋友，包含讲伫网络看直播的朋友，闹话闹甲真闹热，大家真欢喜。讲上外口面，这个青色的外口面内底包啥？包白啦。啊，白吼内底佫包啥？包虾米啦。啊，虾米内底面佫包酸醋，你会记无？对毋？题目就叫做青布包白布，白布包茶色，茶色包虾米，虾米包酸醋。这条你会记得无？无毋对。这条的答案就是灵应秋，白露幽的白露上界热烈，满世界拢有伫看的油仔一项。有影呢？迄油仔吼内底是一万一万，敢若茶色咧。茶色咱食落，搁安尼口内感觉讲袂输，好亲像食到虾米迄种的感觉。啊，尤其油仔搁酸味啊酸味，毋则讲虾米包酸醋。另外，灵应有俗语以外，嘛有迄落真趣味的热克仔话。这句讲叫做“好神抵灵应客”。当然，好神抵灵应客，有人讲吼，啊，都砍头砍面啦。毋过，另外一款的解说，好神哪会走去抵灵应客，表示讲你自不量力，家己无去称一轻重咧。你3分人要讲5分话，3斤人要讲5斤的话，敢有够迄个重量？啊，共即款。讲人不自量力，即种的台湾话，搁另外一句，原来真普遍，就是讲4两黄啊无甜，啥做黄啊？国情谈遮，原来讲互你参考一下，因为较早都无塑胶袋啊咧，所以咱咧买的物件，拢也是放喺黄啊内才称。啊，本来物件放落去，你要共收1斤的钱。人讲诶，你迄个黄啊4两你无提起来，所以就是讲家己轻重，家己爱提啦。啊，讲灵应掠外，咱过来换讲另外一款的果子，或者四季果，也有人讲叫做百香果。